好少見到一個平面嘅 two-dimensional 嘅 work 可以 become three-dimensional， 而係喺成件事去到個展覽嗰時，佢 become 一個 installation。譬如我哋見到何建平呢個展覽叫千千萬萬，咁我哋見到個名好清楚啦，但係原來下邊咧係一條條紙咧切碎晒，好似啲暖簾啊、屏風啊咁樣。咁你風吹過嗰時，下邊會喐㗎。咁我覺得呢件事除咗產生咗同個 2D 到 3D 之後，同佢講千千萬萬 concept 好啱，因為好多唔同嘅細節嘅 detail 喺度喐緊，嗰個風吹過行嗰時，我覺得呢個幾 magical 嚇。漢字係代表成個亞洲喺過去嗰100-200年前。咁我覺得呢個漢字係可能係代表香港東方嘅作品。你哋會睇到佢拍咗現場嘅 video， 啲人經過一個紙碎嘅屏風入個空間嗰時，個感覺好靚，同埋個 shadow 喺地下又好靚。海報睇完就行㗎啦嘛。One way communication， 原來佢係有動感嘅，你可以參與。咁我呢個原創性係佢最大嘅特色。